即马日头真炎，日头伤惨目嘛，可能会出车祸。这是伫即个月23，屏东发生一桩车祸，是民众驶车经过南滨大桥的时，因为日头伤过大、伤惨目，伊看不清楚，全和别台车弄做伙。亲像即款的情形，伫高雄嘛正在发生，有一寡民众即马拢会挂乌仁目镜。啊，若伫高速公路，即马嘛有彩牌啊，提醒民众倒一寡路段，日头会较炎，会较惨目。驾驶开车上报到屏东南边大桥路段，因为尾仔的日头光擦甲，互伊目睭爬袂金，看袂到头前的情形。伊先弄到头前有载人的机车，后壁同行机车嘛弄起来，三台车所弄做堆。疑似因落日逆光导致视线不清。车祸发生伫23尾嘛6点半左右，这个季节当地暗时7点日头才会落山，和嘉东乡第17线最近下晡6点外，汽车经过这个路段，驾驶就会互日头光擦甲爬袂金，准讲车内夜光棒放落来嘛无路用。因为那边太阳下山比较大太阳比较大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最近发生很多事故呢。警方提醒，车顶会当另外准备乌仁目镜。车路拄到擦目的情形，高雄嘛常常发生。有骑机车的人会选买有乌仁目镜的安全帽，随时小压一个。逆光的时候，下午的时候比较长，有时候蛮刺的，所以安全帽会有那个遮阳的。如果很刺的时候，会把它拿下来。国道原来有因应做法，高雄部高速公路局南区永和工程分局表示，因应伫透早甲尾嘛，拢有可能有日头光影响行车安全。国道10号往西6.55公里，国道3号上北400.5公里，路南289.5公里，这路段拢有设置告示牌，提醒民众经过这路段一定要小心驾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